主任都見不到，還是看不到。他們已經上去了。他現在還在這裡是吧？還在這裡，還這個前面的。廣東省台山市塘底村，人們急匆匆地趕到橋上，去看一條少見的大魚。這又是一只老年白海豚，據推測，它已經30歲，相當於人類的70歲左右。它從烽火角入海口沿河而上，已經30多公里。幾乎每年都會有人發現中華白海豚誤入內河，這些海豚幾乎都是粉紅色的老年海豚。一般認為，老年白海豚因為聲納系統的老化，追逐着魚群進入內河，然後無法返回。淡水对他來說，真的就是死亡。眼睜睜的看着他一天一天的身上的皮膚長了各種的水霉啊，感染的這個區域越來越大，真的是很心痛。所以人們要做的，就是把它驅趕回大海。到了西瓜桥下面，一步之遙，就是不肯過去。橋梁是第一道障礙。50多年前，我相信這些河口並沒有那麼多的人工的障礙物，會不會其實反而是那個人工的橋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障礙？更多的專家加入進來，他們利用海豚對聲音異常敏感的特點，用水下的铃聲繼續驅趕。白海豚就在這片水域徘徊了3天，它真的和人類想的一樣嗎？白海豚對這樣的驅趕無動於衷。前面有一個障礙物，我們在後面驅趕它，它其實不知道你們的意圖。橋上的那些圍觀的群眾大聲的喧嘩，對海豚造成了影響。人群散去，白海豚終於穿過了這座橋。但它依然在不遠的水域徘徊。是什麼讓這些老年海豚願意忍受淡水的嚴重不適，一直向着距離大海相反的方向前進？曾經有老年白海豚深入內河達到300多公里，那種決絕的態度，更像是給自己找一個終老的地方。它似乎在尋找一個被陸地擁抱的地方。发现一头海豚的屍體，去到現場，就發現那個海豚的屍體不見了。這個沙灘上有一條這個拖痕，就說順着這個拖痕去找吧。不遠的地方呢，有一個土包，有人把它埋了，然後還插上了3根香。